小生龙。当时在现在当中，会规
中，这大就是讲咱就是嘛是大啦，所以讲零后一切会万稳，所以讲零后一切，所以讲依据时代，所以讲到出来讲，咱的事情啊，当成到重点，那么咱就是不能。因为到已经阮本来就到达到目标的方面呢，就是那些原点富贵现象，我们电脑像我较早呢，在做个实验室起来，那么每天呢，他要操作开动那个机器，先来一个原点复归，因为为什么要原点复归？因为原点复归就是要归零。归零从零开始呢，你才会准确，你做出来的东西才会准确，不然你不会准确，你的那个尺寸就会走掉，而且就很少。所以说，跟我们那个在称重一样，跟称重有感官，你称重要不要归零？一定要归零，像那个天平秤，它一定要。它要平衡到原点，你称出来的东西才会准确。所以说不准确要送去什么校正，是不是？要校正到那个我们的称重的那个仪器，当然一定要很准确，要归零。你没有归零的话，你要称量称重的话会不准确，是这样。跟我们的人一样率性出味道。如果我们的本性没有清净，所发出去的行为会不会准确？不会那个没有率性，率出去的话，不知道是人心还是本心，那个是有的商榷的所以说呢，我们学一切法，如此跟我们讲，这个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清净本心本性的话，那些事情也是真的，也准，言行其实当中会输了指头，该讲无该讲无讲，那个不该讲讲，那个当中呢，就会啥偏差偏心，跟或者在拖那个车床一样如果说不准确的话，变成怎么样？歪掉就会偏心永远是很偏离很偏离。偏心的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完美不会工整恭敬，所以说呢不会达到我们所要的目标，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很重要输了指头就是那个不改讲测用心测用心这个心就很对家己有时嘛不知。所以说呢不是本身学方面，然后当兵就咱家己一个心情准备当中，那么呢咱学一切法当中呢安尼对咱有帮助当然呢这家人应该是这个啥这个来做呢来做后面的修行要来做学习
江主啊，江主啊，咱捌听啦吼。这个伫丰兴党的当中呢，伊当然咱要讲的是主角。伊第12代组伊参与着后壁3个，一个转3个，然后伊是讲出转2个组。分3位，这是3代组，快乐的但是老祖咱知影杨太公呢，叫以水3岁，管食身高，不管食花头，管食花头。愿食花高，不愿食花头；愿用水，不愿作用器。有水3寸嘛我伫遐有水3寸。所以讲呢，伊过节当中呢，伊若要讲白啦若要讲白，伊有天命，天命当中来的时阵，当然啦，听咧讲伊的书是元始天尊，这是往经讲写的当然伊有天命，这是一个事实。伊12代组的当中，伊翻王文王，过来再来文王转去了后，去翻王武王，武王转去了后，伊去翻王秦公。伊答，伊咧姓氏咧，姓了朱文龙那是生的时候，伊还未迄个的时阵呢，还未开放的时阵，伊原来是秦王的氏，伊个是生的司伯侯宜昌。那么呢这个武王呢，就是宜元。就是文王的囝，的第2囝。那么周公名叫达，这个姬达，那么嘛是迄个文王的一个囝，是这个原来是安尼啦所以讲呢，咱知影姜太公呢，过节当中，伊在所书当中呢，伊原来拜元始天尊者嘛，因为那是伊的弟子，所以讲呢。再来就是伊原来呢，伊下山的时阵，伊当然呢，迄阵鸟无介偌好啦迄个温还袂通的时阵，头时阵呢，先带迄个马氏为妻，当然呢，到尾先来投靠迄个帝王伊氏，到尾当中呢，当然呢，伊这个啥呢？伊落过身搭过去有水，才钓伊去到帝王遐个时阵呢，要受着帝王的重用，要受着奸臣所害，到尾徛去到帝王遐有水落遐等候时机。那么伊这个当中，伊还未去帝王的进前呢，带马氏了后，当然迄阵若要讲来，伊的家境无足好啦，马氏一个受了伊的朋友的当中来辅助。马氏，当然呢，迄阵无生活当中嘛袂使，要有那个生活的那个，伊遐一个生活是通良者当然，伫迄个当中，迄阵呢，开始的时，人讲迄个伊咧做饭咧，叫渔夫啦，饭咧咧用米的饭。一
煞身体看无好，人拢无爱买。哦，搁一个放，搁一个迄个经过就是讲咧，伊咧卖米粉、卖面啊，拄落咧，即个黄维国武成王咧操兵，伊安怎讲？拄落操兵的时阵咧，那个兵马从旁边过，摆伫迄路边的时阵，煞无小心咧，伊分一个会迄兵甲大阵，引起着啥咧？火神，甚至咧从伊的米粉碗烧倒咧。所以讲咧，他的伊的真正伊的分真正破败对啦连一个仰天长叹的时阵，长迄鸟仔就放屎了，拄遇见去了。温实在有够歹伊有咧成代表伊跳舞所以讲咧，以前的一个圣人，以前的圣人做书咧，一个修道士啦拢爱经过上大的一个考验，参伊嘛无例外，参伊嘛无例外，这是杨太公。当然杨太公伊姓杨，名叫做苏家，伊道号叫做归义，所以讲咧，迄个归义咧。伊有一个地主，伊一个地主咧，叫做福建。这个是啥呢？迄个杨太公是渔夫，这个是樵夫，咧做茶的樵夫，伊拄好，迄个樵夫叫迄个渔夫咧，拄好，拄好安尼当中先安尼做伙，所以讲咧到我熟悉。因这个迄个杨夫家咧，当然咧因为是安尼当中，因为福建讲咧做茶去家乡，去遐咧时阵咧去咧卖茶，当然咧无小心啦，这是一个典故啦，是讲无小心，因为拄好咧文王伊个兵马几啊过时，无小心提分担咧，安尼人咧拄好过啊细咧，嘛毋是雕工的啦无注意煞提分担去破着一个兵书，迄个兵书嘛册尔，我一个尔死了，死的当中我头。文王伊个迄个朝天的一个北王，伊个北王准，
所以讲咧，伊真正做就是咧，画地规则，叫这福建话我才听。伊嘛做因厝啦，伊讲我嘛做人生的一个方式啦。伊讲你老年的时阵，伊福建啊，厝内做一个7、8、10岁老母爱做事，所以讲你过年的时阵做你的代志，你老年的时阵咧做完，倒转来徛。即嘛好甲判死刑啦若要讲甲伊拍死刑时阵，伊甲我判死刑，我叫伊怎才徛？即马咧，即马一个安尼了后，福建咧，我要转去厝哪？知影讲即马讲因老母听的时阵讲，因老母嘛足烦恼的，讲阮囝无代无志去到街上的时阵，基本上分属于好死一个精神。所以讲咧，当然咧，一个人无较成代志，一家的时拢会操是安尼所以讲咧，我袂当变成到尾咧，即个当中咧，即个福建咧，去甲因即个老师咧，即个讲师讲，伊一支拄啊第二去讲即个情形，安尼好，我来甲伊处理。伊今日讲讲咧涂骹我一个空。我收咧就对啦。即马叫伊去到涂骹，当中咧单迄个是即个法律当中咧单咧，甲伊化解。结果有一工的当中，人去画一个，即个当中咧，知影福建咧，一工咧有人去禀报知影。我福建做不了工咧，我无倒转来徛咧，敢会我去拍伊，也是迄落咧倒工个。即个当中就是即个因缘，行动着分路，分路伊迄个卜卦，卜卦了后的时阵，伊讲后壁这福建已经为着万多的千变死啊，安尼当中，分路呢，即摆当中，就相信讲即有影即个福建是安尼，伊所相信伊个法卦。福建准，所以讲伊就相信伊家己有对。有一日呢，搁伫街上有人看见着福建搁伫遐行，本来无是搁走出来行，搁叫我看到，就是因为有看到了，搁来禀报即个文龙。伊讲为着阮万能的身体，福建已经死啊，结果有人看见着福建搁伫咧路上搁咧行，搁伫遐寻找呢，搁伫遐。爱种文龙我叫人去甲迄个伫遐迄个福建来讲问伊啥物原因？讲原来呢，就是有人教伊讲即个方式来考伊即个方法。伊怎问讲这是啥物？问了的当中呢，伊就是啥呢？就是问出讲原来是即个姜太公来考伊的法术，考伊即个法，互伊个。毋知影讲是福建，就讲伊福建已经死去，结果是安尼。所以讲呢，因即个因缘了后，即马呢，即个分工呢，讲安尼即个可能是，即个经，我要找伊个经，我应该爱来找伊啦，对。即马呢，大面人马咧，大面人马的当中呢，来到水会所在遮，要来请即个姜太公，要来请即个姜太公。即期的当中，咱看到有请就敢有看到，无看到。有一个就同我讲，阮即个师傅无记的啦，无记。去到袂当时咧就毋知啦。当然咧，即摆一个讲安尼时阵，阮就意觉着，我安尼想无够。我想无够，我带这大边的即个牛马的当中呢，安尼会当显示我的一个心意。所以讲呢，当时当中改在无益3日，所以讲呢，即个当中呢，即摆来带足少牛马呢，水上呢，搁是当中，结果呢，搁是第2日去找的时阵呢，即个做成迄个。咧三国演义咧讲的三顾茅庐啊，老弟咧三省通营咧三顾茅庐安尼说，伊第一届，所以讲咧较有
姜太公的当中呢，做生意的，要成本呢，要请出产来援助伊啦，来助伊，伊这个生意的所在，因过去的当中，生意是安尼，受文王的托，啥，一个地理呢，嘛地理做好个，因为咱知影文王伊是个顺着，过去咱这个讲圣人呢，这个圣人拢后边当中，这个输出来内容会甲清楚，所以讲呢，伊做顺着，做清楚个对啦。伊过去当中是安尼，所以讲呢，百姓对伊做爱戴，伊一个仁德，一个仁为本的，伊一个啥，伊个就伊安尼当中也无讲就讲买下有代志去做，做的当中，咱都来听尔，后车要拍个代志，所以讲呢，做认真所以讲，所以讲呢，教会啊出来是，你看，文王去甲业主业太公拖车，伊这发的拖车，敢是安尼，若要讲台当中，过去的当中，若要啥，分迄个神拖车咧，或者比较白的神拖车，就是袂使的咧。伊说拖车，就代表咧，代表这个文王咧，做天神的。所以讲咧，姜太公伫迄位水面，就钓鱼咧钓啥？钓大鯛啊！伊讲细尾唔上钓，细尾就常钓，细尾大尾唔上钓，细尾就常钓啦。这原因是安尼啦原用处不还作用啦。为了讲是咱目睭这两尾时啦，伫用处要叫迄中堆迄尾大尾时啦，只有咧暗示讲用处一指迄个所在啦，大尾时嘛人一日期待嘛迄目睭咧，若是咧两尾时啊，以为嘛以为烟归雨天，其遥无烟，烟其上菜的，其遥无烟，咱目睭这两尾时啊，水的所在照了，就咧影起来讲明书，是咱这个大尾时到一个新主人住伫遐有一个代志，伊这就是咧影起来讲这文王咧，拜师于业主啦，这有天庭侵犯的意义，这个含义内底啦，所以讲你看，你多地甲师傅拖车为过嘛但是伊就引起着分神之类，若要讲伊师徒是相当然，迄甲师白的当中，迄是对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迄是安尼而且最主要伊甘蔗块拜是因为有天命，老师有讲天命幸会和命，迄是因为一经当中老师有显示过，所以讲咧天命幸会咱人间的皇帝命啦，迄是安尼啦，迄是安尼，所以讲咧伊甘蔗安尼，伊也是过去的安信，过去的安信太多做到当个。拜寿的时，甲拜的时，伊就袂扛起来啦迄听衰啦听衰啦所以讲咧，伊若要讲来相处啊，伊有过来的理由，咱看是讲伊咧，伊迄个出来咧辅助着啥文王发丢，辅助武王发丢第一件事，当然咧。第二件事，咱看假是讲去年元始天尊遐当中咧，领着迄个封神榜，迄个封神，是封神尔佫有啥，佫有一个天命，佫有一个足大的任务，叫天命真传，天命真道。翻写这书名里面内底，所以讲你看，伊一个翻三个，为什么我要特别到2翻了？
所以讲呢，只呢，这个当中呢，来做一个道的传承，过来定的记录啦。伊个过去的当中呢，来当中推广叫做古城哦。古城其实都爱讲的迄个啥，迄个红叶台的古城，就是迄个规模啦其实都爱讲的这个古城呢，因为伊到啦，听咧讲啦古城迄阵有享受春秋时节，是国家的一个体育来祭祀，伊叫古城武圣。到迄个啥呢？听你讲啊，到迄个营桥啊、青桥迄阵啊，迄阵啊，当无买时阵呢，伊个营桥来时拢是搁伊做主啦，搁迄个啥，伊个就迄即马，咱即马当中就即马完成地军，伊就叫做迄个古庙啦。伊个即马伊来内底即个功夫啊，是春秋时节啊，迄是要完成地军。当天上的，这个古城就是将主啊来形容国家的春秋时节，叫做武圣关公嘛，伊迄地位就来取代掉，到尾是安尼，当然伊也了一个交代，伊迄种赛事方面一个啥，即讲真是咧，来做一个技术的一个。迄是国家一个认定啦当然啦当然是安尼所以讲呢，因为我呢，当然这有需要咱是即种来去了解，伊靠即个讲钓鱼水3寸，鱼水3寸，嘛会当讲伊个住的所在遮伊个是狗是低的。弯呢，咱若要钓鱼，敢是爱鱼钩倒钩，是毋是搁有一个倒钩鱼啊？倒钩鱼啊是讲钩的时阵会搁叫跳水，会搁叫跳水安尼。当然啦，迄是过去啦像我较早做了咱是足济啦，爱钓鱼啊，所以讲呢，咱拢知影迄鱼啊钓的时阵，钩钓跳袂出去的是安尼，搁有一个倒钩鱼。迄也了，迄个鱼钩钩着足正，但是咱钩咱若钓鱼啊，咱都感觉惊。有诶想讲这是种兴趣娱乐欢喜，结果毋知影我是做了，这是安尼。咱就咧想讲，奇怪，迄个江苏啊，刚才讲咧钓鱼，鱼水3寸，靠钓鱼啊，较钓会钓人出去，打人出去啊，咱有可能钓会钓。咱小一般的俗语是无可能钓会钓。当然最主要伫中处就是讲这道是直心即是道庙。过去咱有听的迄祖师呢，捌咱咧讲解释，直心正是道庙。所以讲伊是要钓迄个大天人、大圣者，毋是要钓一般的凡夫啦。凡夫的时阵呢，就是福建的时阵做个土地比赛。就无人无传伊过去倒若无真诶从迄个啥真正迄个传承诶适当诶人选诶话，倒是好随便传，因为过去佫限定单传独授啦，即是安尼啦所以讲呢，即个中处即逐日咱家己啊体会事实，这嘛是足深诶方面，这嘛是道一种印证。所以讲呢，咱会当了解讲道传用呢，一丝传一道，伊过去呢，当然呢咧传，迄就是安尼时间就有要讲一下这第12代祖
伊即个15大组啦，13大组是新光街就是13大组啦，老鼠是14大组咯，15大组应该就是孔子，因为孔子是问礼于老鼠，问礼于老鼠，其实是问道啦。问礼礼是礼啊，过去咱老师有讲，礼则礼也。所以讲到无谓有良之叹，因为良咱看袂到，良看袂到啦，高深莫测，我们没办法捉摸是迄无形无相的物件，所以讲交迄道同款，所以讲咧，伊性价伊高深莫测，老子咧就已经有讲过之言，过之为书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深不可识。过去的文书啦，过去的文士，文书就是讲会用阮伫咧深山内，咱家己伫咧独处咧修行的人啦。有时安尼，有的是因为正经伊着着深高，但是呢，伊伫迄路路口，不动于声色。高深莫测啊！过之言，过之先为书者，奇妙玄通，深不可识。我要讲的就是要讲迄个谈到迄个孔子的这个结果，我要讲的是这个那。老子道观，咱知影迄个啥？咱武王庙马祖武王庙在庙有一个景，做一个景，伊用景迄个老鼠渡关，渡啥？要过迄个函谷关。但是咱来当上午一场，才有谈因为这个是较早的拢书读书了，咱老师教土地有一个新印新的一个感觉，就惊迄个啥，咱迄个较小尊者，去体会着，迄个释迦牟尼佛的当中，伫灵山会上，伊咧菩提面会伊会心一笑。迄个叫做啥？契机，新印新的是契机啦。那个是微妙玄通，足微妙的。然后讲主言迄个喜悦就浮上心头。迄个啥？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就显出在书头伊的一个啥对角当中，那个叫细心、贴心。我知，你知，我知影，你嘛知影。交这个啥呢？老鼠呢，交这个啥引体，这个嘛是一种契机。老鼠在道观在出世业当中，这个要出虚意的，去做这个传法，这个函谷关。函谷关就是咱像咱的海关学校，伊要出去的时阵，
伊个清明来到要过即个关卡，要单头啥？单头老师要导关出去。伊伫遐当中，咧听候圣灵咧一关，咧求道啦，还有求道人来讲来，伊咧求法求道，要求迄个真理。因知影这老师呢，这道理上过，这是有天命的性。因为伊较会知影，因为过去的人，头拄互我讲的讲过去的人，深不可信，伊拢读到一个境界当中，就玉作共款，来到五座遐的时阵，伊闻到金光，伊听到金光响，伊的心就开悟，想要去游玩。所以讲去到遐的时阵，就交老师就一拍即合。这嘛是一种默契啦。然后千古难得的一个默契，伫迄当中伊言生生，伊做一个契机。所以讲咧，这是足微妙的，嘛足珍贵的，足嘛足稀有的。若要讲来是安尼啦若要讲来，这是千古伊师徒的一个因缘，契机的一个因缘，叫咱在座交老咱老师这个学问，若要讲嘛是千古事业，过去原世世足济世，到这世当中，天道大开普渡的时阵，交咱老师做这段事故事，这个因缘非常深，非常微妙嘛，非常深，嘛非常的难得啦若要讲的，这嘛是师徒的，才会当看出。因为伊迄个因体呢，因为伊迄阵若做官甲伊的厝呢，请入来遮报迄个收迄个韩国官，就是要听伊官夜观天象，伊过去天文地理拢知影圣灵某年某月某日要渡关，伊拢知影，伊就伫遐已经听候多时啊，伫遐听候即个老师要一关，伊是迄个时阵要伫遐留迄个信号，要请老师甲伊传道，要来伊他要得这个道，所以讲呢，5000多个就已经我伫遐老，我要传落这个理念，是安尼啦因为咱知影这个老师导班有嘛，新波一个因缘老师敢知影？老师心里敢知影伊去遐等？伊嘛知呢，若要讲代志，真正有哪知影呢？伊就是知影。有一个人伫遐等伊，所以讲伊有啦，徒弟也知影老师，老师也知影徒弟的心，伊伫遐等伊，伊要来等老师，拄好一开始有迄个因缘促成，这个因缘，所以讲呢，伊伫遐留迄信号，到尾呢，当然呢，留足久的啦，当然伫遐呢，老师嘛慈悲，伊教心的徒弟遮，人讲呢，伊迄慈悲的心变露出来，我伫遐会当中，斗下的5000多件做一经，所以讲呢，道理是看迄道内底一经典内底讲暗中道，有啊，讲呢，复习不是中天变化之嘛，天地之本是天地之因缘啊。所以讲呢，道德经伊的复习呢，山国内底有一个词，这个啥呢？这个关词呢？这个说咧讲啥？这个是高词呢？高一个词啊，有一个正词，迄有正词有遐个，咱若无神，咱老神在啊，出神入化，所以讲这个神呢，无神。袂当的呢，所以讲呢，咱拢咧讲迄个三宝当中，你看咧，皇帝实在是咧做影时啊，请神、上神拢对大厅呢，听头呢，敢是安尼？所以讲呢，迄个当中，若无是伫遐坐，是拢坐迄个正位啊。所以讲呢，这个就是咧甲你影下来讲，咱了一个关系依据咱的迄个所在遮，所以讲呢，当然呢，这个历史啊。伊就来讲历史，不生不灭啊，心经来讲不生不灭，不可不生，不增不减，在天不增，在地不减。所以讲呢，这是啥？这是自古
咱来当中呢，咱的身躯内底，所以讲咱爱凭着这个超生死法门知道。所以讲你过去当中就是因你是，这真理呢，当然伊嘛知影，伊嘛知影道不对啦，伊看伊种知影，这当中伊嘛研究超生死法门袂是法，但是呢，伊知影老师伊只有新打天命的天真灵因书的当中呢，这是人讲的千古难逢，所以讲伊当中呢，伊嘛来到社会，伊嘛把迄个时机，伊嘛足兴奋的，伊嘛讲会当呢，一是为老师，的当中呢，这个情怀，所以讲呢，生死大事啦生死大事，是咱一生当中呢上大的一个事啦所以讲呢，当中呢，这个这个过去修行啊，还是我目前的当中，做到叫生死时代啊，生死时代，无比讲天人讲无比生死的思想更较大啊，当然的这会当讲咱伫学习这个果实线的当中呢，优化的一个机会，你就知影讲过去迄个路是偌哩机会，我是真正渴望所要求的这个引体当然呢，是为了先生的当中呢，为了优化去看伊当中呢，伊遐呢，就遐把迄个时机、迄个机会，是要求出超生死法门的这个法门。当然，这大家呢，咱做一个效果啦当中呢，当然呢，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啊，我讲到讨论比赛，伊当中呢，我就是讲是一个故事啦当然这个故事当中呢，这内底做手的一个方面，当然，方面会当呢，当收入来牵涉，会当做详细来从伊过去我是先所拿的来先说咱写作研究，这是学校的一个分享啦，因学校毕竟呢地位呢，这个地位呢，我都完全清楚了，我会把理理清楚啦，当然啦，这些教咱各位先生这些老师，不久的所在呢，帮我们要的书各位先生我这些技巧都大家先生给我完成以上。很高兴。